的势力非异才，同了为国的身干比爱快，松树探人的马匹是用力拍，穷中诸光总谁在？不听指示多无奈，当头宋时往来何时太长？一派也亏究竟清等丰富名堂，是太爱奉隆中，求见四龙太人，爱是必朝圣殿真干代，真干代。参见蒙太人，我家老爷请你在前堂稍等。哈哈哈！哎呀，蒙太人传递咁好来自，俺真是做马街呀！呀，迄切条朝廷命官议论公司啊，都真是传带官炮，我家老爷无法推辞，非见不可啊！看用的是有屁意来呀！屁来！蒙太人请用茶，我家老爷马上就来。哈哈哈！夫人，老爷嘅官份唔见摕咧，唔见摕，唔系中到几个度咩？几个度请过来就是马。哈？去去东北河马去马？系。你哋嘅夹到我去请过来。做咩？蒙太人本已久等咧，请用茶，我家老爷即刻就到。冇要紧，冇要紧。哎呀！正见为错太堂上，恰等太人看断从一名从亲来听言空，那个个那个那个里个那个那个个，要留发动，灭虫龙那个个那个里个那个个。夫人啊，夫人我爱送送下，全都抄抄过来，就是我。夫人啊，家家将那个官府起来，用俺用拖拖棒棒的啦。头嘅前面人，我见对啦。他家富贵上天公见，山云山富内狂鸟，一股万字叹，来开庄表水，我出路就来劝看用我，一干身就难搞，两相比死啊！师兄叔叔。师兄叔叔，违反了汉中。哼，本爱定难救，分明系有意怠慢于我。王四郎啊，王四郎，你迄鬼爱就系阎罗王，那系本爱做当你嘅毛边呢啊！哈哈，爱听我将你把子丢干。千年一
呀！你高上让我要陪王潘家之意，莫非王府有图谋不轨之意？寡人，皇帝。神王龙舟参见万岁呀！寡人皇帝，寡人皇帝，王思龙啊，王思龙，你犯了门目欺君太岁，你呀废他了！寡人皇帝，拿来呀！你呢？你呢？奇怪，风采有幾難明嘅，身中兩炮，頭戴兩帽，有冇就唔見佢咧？算了，明天我上天參奏，請萬歲親自來天判。王太爺，王太爺，請用茶。哎，唔是，你們王府失控兩炮冠冕，分明圖謀不軌，犯了咩冇欺君太歲。明天朝廷之上，全趕緊拿條來見吧。王太爺你，去搞事！王太爺，王太爺，王太爺啊！哼，馬殺暗好蛋，將我嘅官府兵差虧嘅當過，本我前到威士，那係本我啲係馬殺，我天愛接不老呀！這邊老人態勢不好咧，何事講我？皇太爺走他啊了。佢死菜我冇卡了。咩啦？佢出門走嘅啦。嘿，佢幾少年叫乜嘅喏？咩哦？佢講喺你王府發了欺君名揚嘅太歲。佢用咩用過啊？佢講佢看得清，念得明，後院有一男子。身中用炮，頭戴兩帽，口稱光年，我們用言沒法，此男咩門太歲，天龍嘅就喺上天長就露牙了。哎呀！他年年來累對得馬，天光猛火馬，但真是一家，用炮兩帽，槍可以神啊！老爺，佢做用炮嘅東窗係燒牙哦。燒，吹！老爺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！老爺，唔好啊！呸！天氣已少吹啊，愛樹捱無命。吹，捱來滿年，相愛妄家待你不破，你三番兩次陷害我家，也個良心何在，天理何順？今天你愛不愛一個交代？莫非我此愛不捨？炎炎風塵故托掛，
神族两炮挑带两毛，原本王龙中见你今天就送，请我走我一步，岂不是白改？麻我啦！哦，不必惊慌，我哋不过做戏搞了。啊，搞了！要紧嘅，同样啊，今日就用爱此事，你还有戏矛对阵，要难骗情怕。哎呦！你真是爱无眼眉目手把神，爱把士兵变苦命郎嘞！洪世龙，红龙中哥要苗入太岁，暗枪杀走来。祈求万岁，为神策担忠心，勇敢有妙法之意，请万岁天托。启禀万岁，他府中有一男美女，乃是看得亲眼的面，头戴两帽，身中两袍，开口屁股称骨头瓜，此乃苗伢太岁呀！祈求万岁，为神赐下只有一子，伤心痴爱，两苗伢太师了他是无能为之，天下王太人无高于我。你还会硬拗啊哈？那么苗伢之行，为何才家司空两炮冠冕？就两件事情，就归满门抄斩已经好有。你谢口破你，你吐苗不谢会，口破你，谢口破你。红龙中用炮冠冕，现在何处？启禀万岁，就地了雄龙之内。太尉神行了军神太礼，再抢出两炮冠冕，请万岁听他啦！秋意请假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抢看！两片六炮啊！两片六炮啊！哎呀！万岁呀！万岁，两苗伢太岁抢天而攻，请万岁做主。万岁啊！为神勇敢，洞天戏弄万岁！天气暗中同了数脚，喊开为神！王太人，你国爱喊开言语，给爱来问你，趁你错日离开王府，两两炮冠冕，你兵在何处啊？兵在神安之中，300九口细数顿数，可有人见过此物？并无他人见过。可才离开半步。一夜都天过，全部不离万岁，为神冤枉的啊！一言一次，何人可头天半夜暗通数脚啊？为神一不明白，为神有天加胆，也没做出一次隐秘之事，也趁骨头瓜子你，天下这个旨意。我以言语迟钝，人事不明，永会做出阿勇的事情。你图谋不轨，你切口不图谋切口不不轨，切口不你哋都放起来吧。恰万岁！洪世龙，为神猜，红龙中托你有苗伢之意，威走天下，将其押送天来，寡人来请赐上门。神良知。
就是陈古托寡之年。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此事已小我苗日岂会遗弃了？洪龙总，你不是轻重直属，奸计干强，既然为错臣服，谋害太神，戏弄君王，你该当何罪？万岁啊！天黑家府中出了妖怪，司法作出乱啊！票！事都已经汉奸强变来年了，将其发配云南边疆，从军永不杀废。遵命。万岁阎王啊！万岁阎王啊！万岁阎王啊！华人，皇帝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小翠也拜人家干嘅朝廷延安，好定义妙戏花嘅，尊敬兴系皇家嘅好心口啊！多谢婆婆。小翠，我哋以前对你听过嘢咩？你是唔好变到心肝肚哈？媳妇唔系嘅。小翠呀，我有不明之事，望你给我心中知会。公公请过。我就问你到我府研究咧，做乜嘅全望也未嘅時候時，佢去到哪位去嚟啊？唉，唔知。啊？錯噶，記落夾尾要冇來往，因為啲夾尾一下吞嚟哦。我再來問你讓年鳳假扮戲中之人，佢做戲嘅神父，你係對哪位來嘅啊？小走此妖。吓？我用威唔啲，我也唔啲。唔啲？跟你用威啲黃龍總老老爺係時對頭你咯。用為啲黃龍總到我府鬧事。都好都得。啊？跟你靠啲兩炮乾面，在今天之中變成破布爛布，嘅黃龍總樹中嘅全部，就到哪位去嚟啊？唉，唔啲。啊！此事前因後果都在人嘅口信之中，你啊，你要樣板計算啊！所以靠下我也唔啲。到底有呢啲嘅事情冇啦？我啲我爸係馬薩。哦，你阿爸嘿，牛毛太低，我是牛毛太低嘅妹你夫人啊，咪看兩個小翠不順從我佢本來就冇乜真相，啊！不過也唔係妖魔鬼怪，只愛能為人王家添點傳香火，用一個噼噼啪啪嘅劍順，結果眼朵會做乜嘅咯？但願如此。你